是，我给您削个苹果去，得多吃维生素啦。这东北男的老不吃甜的，不吃水果，不爱吃菜，就好吃盐，那哪成啊？是。吃吧，金大哥，干脆您上我那儿就得了，这也好照顾您。我不去。我说你干嘛呀？跟大姑娘似的，还那么羞羞答答的，怎么着嘛？还得八抬大轿抬您才去。不是，你看上一次我……别提上次，您提上次干嘛？上次是装的，那叫添乱，知道吗？这次。这不真的吗？这次叫罪有应得，知道吗？这叫需要帮助，是不是？您来了，大伙儿不是方便吗？照顾您，省得孩子来回跑，我也得来回跑。你心意我领了，但我不去。爱去不去？告诉你啊，不去您别后悔啊！您别到时候老说没人照顾您，到时候叫唤不行。哎呦，都这点儿了，我得给您做饭去了，好家伙！爸，你愣什么神儿啊你？妈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给你爸炒几个菜，他老不吃菜哪成啊？这样腿老好不了了。哦，那我爸呢？小点声，你爸在屋睡觉呢。哎，小亮，以后啊，就白天我来这儿，路上我顺便带点菜呀、鱼啊、肉啊的，给你爸做顿正经饭吃。下了班你过来，好不好？我回去我得给米儿做饭。一块吃吧，咱们。行了，我还得给小米儿做，给你媳妇儿做饭去。来来，走了啊。这唱的是哪出啊？爸，怎么了你？丈母娘走了吗？走了，刚给你做好饭就走了。哎呀，快扶我起来吧，上厕所憋死我了。你憋着干嘛呀？啊！我一上厕所，他就要扶着我。哎，你慢着点，慢着点。哎呦，真是。哎，明儿，妈回来晚了啊，待会儿给你做饭，几分钟就好啊。妈啊，别做了，咱出去吃。干嘛出去吃啊？你两边跑多累呀，齁老辛苦的。咱出去吃顿好的，让那个尽量报销。行了吧，你报什么销啊？报销他的钱不是你的钱啊！我发现你们这年轻人一点都不仔细。在家里做顿饭很容易的事儿，10分钟妈给你炒好，半小时把米饭焖出来，咱俩就上桌，多简单呢！跑外面吃干嘛呀？现在东西可贵了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回头等小亮他爸腿好了，咱一大家子出去吃一顿。哎，那行，咱吃顿好的。山珍海味、鲍鱼、鱼翅上全了，吃完抹抹嘴儿，咱找你爸包账，啊！我吃点这个。你也吃。真没想到，丈母娘今天来倒是照顾你一天。真是我丈母娘这人不错，一点都不记仇。是。哎呀，这真是啊，人老骨头松，干啥啥不中啊！啊，你说骑自行车摔了一跤，把脚脖子还拽坏了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你说能发生这种事儿吗？记得当年有个小偷跑到我们这个办公楼上去偷东西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追他，追着追着把这小偷追急眼了，从3楼咣叽就跳下去了，我跟着唰也下去了，小偷的腿拽折了，我咋没咋地。当时你不是落那小偷身上了？那我也没让他配合我呀，你说。行了吧，您就别提您年轻的英勇事迹了，行不行？那时候你什么岁数？现在什么岁数？你现在得注意点，
真的，你别老让我担心你啊。人上了岁数就是不中用了，就会经常给儿女添麻烦。谁嫌你麻烦了？是我嫌我自己麻烦。有时候是有一点儿，就你只要想象力别太丰富，就一点都不麻烦。真的，现在你什么都别想，踏踏实实把这腿养好啊。有时间我领你旅游去，好不好？咱去三亚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三亚四亚的吧，我倒是没有多大兴趣。爸现在只有一个心愿。爸，你要干嘛呀？爸想早点抱孙子。嗨，你这给我吓得一脑袋汗，我以为你要干嘛呢。放心吧，我跟小米这一直抓紧着呢，而且你放心，我俩绝对得要孩子，这是肯定的了。到时候男孩女孩你只要别挑就行。男孩女孩爸都喜欢啊。行，只要是抓紧。抓紧。那个上次小米流产以后没留下什么病根吧？绝对正常，非常健康，您放心吧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这事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！当年你姐为了救你，这不在这个冰窟窿里叫冷水给激着了吗？你看看现在，这不你姐就做病了吗？我是妇产科的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啊，你就踏踏实实等着抱孙子吧，没准还给你抱一重孙子呢。哎，你们吃饭怎么不等我一下啊？真长。姐，我得批评你了啊！啊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做买卖去了。咱家现在是什么时期呀？你出去做那不靠谱的买卖去了？什么时期啊？咱爸这腿这回是真瘸了。我还不知道咱爸腿真瘸了，咱爸腿甲瘸那次你都不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给我1个星期时间，我做成2笔大生意，我就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就伺候咱爸。那这1星期谁管呀？那白天谁照顾爸？谁给做饭？你知道今儿这菜谁做的吗，姐？谁做的？你做的？我哪做得出来这么好吃的菜呀？我丈母娘做的。你丈母娘做的？你以为呢？安的什么心呢？她啊？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？她啊？说啥？嘿，不是爸，你瞧我姐哪有这么说话的呀？白天我丈母娘看咱都上班了，你又办买卖去了，是不是？没人照顾爸，人来照顾一天，做一桌子好吃的，你还这么说人家，不感谢人家，哪有他这样的爸呀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只要赶紧回去，人小米也在家等着你呢啊！我尝，看看他下没下毒。那个，我爸催我了。催你？催我了。催你干嘛呀？你说呢？就是催咱俩有孩子的事儿啊。哎呦，这有什么着急的呀？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，真的，老婆。你说我爸都这岁数了，原来一直都不服老，自打这腿真摔折了之后，明显老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爸有点害怕了，就生怕自个儿哪天不行了，抱不着孙子，留下遗憾。我觉得特别能理解，你说呢？爸瞎想什么呀？身体那么好。再说了，这怀孩子哪有那么容易怀上的呀？你看我那小妈，那么想要小孩，好多年都没怀上。他能跟咱们俩比吗？咱们俩多健康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老婆，咱俩得抓点紧啊，咱俩得加把劲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抓紧完成生产任务。你做。来了，买大骨头了。你又喝大骨头汤啊？什么叫又啊？您上次不是装的吗？上次那些全白喝了，知道吗？这回必须接着补，这就叫对您的惩罚。你这个人还真是不记仇啊！我跟您说啊，小时候我跟我姐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打的呀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只要5分钟没人理我，我自个儿在屋里我就能唱上。我妈说：“嘿，瞧这孩子，嘿，没心没肺。”所以您放心，我这人一点不记仇，真的。你说前一阵子吧，咱们2个一直斗，
没想到给孩子带来那么多的麻烦。金大哥，您要说这个哈，我还真是想跟您说两句。这几天呢，我也琢磨了，您说咱干嘛呀？咱这当父母的原本都觉得是为了孩子好，所以为了孩子争，呵，咱俩闹的，孩子好了吗？一点没好，是不是？孩子们的日子得他们自己过，谁也代替不了。所以我也琢磨出来了，不管了，真的，让他们好好过他们的。咱怎么着才能让孩子日子过好了呢？就是咱管好咱自个儿，咱自个儿每天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，孩子就会高高兴兴的，就幸福了。算了，不瞎操那些心了啊！管好自己，全家太平。您别在这站着，去回屋歇着去，上客厅沙发上坐着去啊！我干活的别在这晃悠，要不然您弄得我眼晕。2块钱。金大哥，歇会儿吧，您干嘛呀？这前后的这走。人家医生说了，得让我经常的活动活动，不然的话，这条好腿的肌肉就萎缩了。哎呦，为什么说不至于的？您坐下歇会儿。大妹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给人家送花吗？为什么呀？我那个姑娘啊，跟人借了10多万块钱去做生意，最后都给人家赔了。这从东北追账都追到北京来了。我寻思着挣点钱帮她还一还。哎呦，您可真够不识数的！您送花能挣10几万块钱？能挣多少算多少呗。哎呦，您说您管这事儿干什么？孩子们自己欠的债自个儿还，又不多，10几万早晚能怼上。就您这份爱操心这劲儿，可不像王爷后裔啊！哎呀，什么王爷呀？这古人云呐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啊。呵啊，合着王爷您还都不够使了，都得秦始皇了您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什么名啊利啊，其实都是过眼烟云。这老百姓啊，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那才是正经的。看着您跟大老粗似的，您别说，您肚子里还挺有水儿，还挺能砍啊，大柱。我以前叫金祥林，68年我改的金大柱，就是为了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嘛。后改的啊？嗨，我说呢，我说这是什么王爷的后裔，这哪像有身份人家给孩子起的名叫大柱，听着像拉牌子车的，哼，真像看大门的啊！合着后改的。对。哎呀，行了，再怎么说啊，您也是贵族后裔，饭给您焖上了，马上就好，菜都摆桌上了，待会儿饭好了你赶紧吃，别回头凉了啊！我可得好好伺候着你，好家伙，可别把你给饿死了。回头那个报纸上说了，昔日王爷后裔金祥林不慎饿死家中，我责任大了，我走了。行了，好了，您赶紧吃啊，别回头凉了。这名字可以改回来了。妹妹，我觉得你现在车开得越来越好，就赶老司机了，是吧？走。行啊你！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孩子王打这一流，没人打得过我，是不是？我试试啊。啊。哎呀，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，那圆一点。这个行吗？行。然后呢？低，压低，压低，压低身子。好。对，再。这样。手平着，平着。好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走。
回头给我把钥匙吧啊！少您3番5次老得给我开门。你少买，这多沉呐！这个沉我倒不怕，关键是什么您知道吗？忒堵。哎，金大哥，您猜我几点出来的？我8点多就出来了，现在几点了？快10点了都。好家伙，这快2钟头了。这北京这交通真是……那歇会儿吧。喘口气儿，北京这交通啊，真不行了，急死人。茶是刚沏的。刚沏的，好，我喝一口。行了，我自个儿蘸吧。大妹子，你说这大热的天儿，你这么天天跑，我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。行了，这车轱辘话来回说，有意思吗？您真成。你说我这个病吧，也不是1、2天就能好的。我寻思着呀，你也不能因为这点伤，把咱们全家人的工作生活都搞乱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不用天天跑，你就隔个1天半天的呢，来一次就行了。其他的事情我都能对付。您真行，隔1天来一次，我不也得来吗？我也不能不来呀。真是，您说8抬大轿都抬不过去您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可不是就得来回跑吗？您就甭客气了，真是。哎呦，哪还有时间歇着呀？赶紧给您做饭去了，做完饭我好回去，要不然一到中午吃饭那点儿又都堵上了。大妹子，上你家去，现在就走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恭喜你，你老婆生了个大胖小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夫，谢谢。感谢你，别这么激动，这是我们本职工作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别老抓着大夫不让他休息，好几个小时，有什么感谢的话跟我说啊！哎，我也谢谢你。客气啊！你可不能进去啊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。谢谢啊。喂，妈，生了，在北京家园医院呢，你赶快过来吧。来，金大哥，您把门带上啊。箱子给您放您屋门口了，回头一会儿帮您收拾。故地重游，坐吧。慢点啊。您呢，就在这歇着啊。这是今儿早上晨报，您在这看报纸。那个水果是洗干净的，您啊吃水果看报纸啊。我给您倒杯茶去。不用不要啊？那我做饭去了。哎，昨儿我在早市买那虾，哎，这么大个基围虾啊，活蹦乱跳的，直往塑料袋外面蹦。咱做个2吃。好，哎。张董事长，你放心，咱们这件案子呀，事实清楚嘛，证据也确凿，2审不过走个过场，你放心，翻不了船的，一切都不会差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又来个大客户啊。好，咱先说到这儿。好啊，再见啊，张董事长。好。闺女，怎么今天想起来到这儿来了？是不是缺钱了？那个要多少？老爸，你俗不俗啊？动不动就提钱，我来看看你不行啊？这真不是来要钱的。看你，哎呀，让我闺女好啊！我闺女只能来看看老爸，可老爸现在别人眼里就不是个东西了。在谁眼里啊？在谁眼里不是东西了？哎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我给你叫。我不喝。哎呀，怎么着？听说招新人了？没有啊，招什么新人啊？说什么也不懂。我看看，是助理呀，还是秘书？叫进来我看看。你
谁跟你说的呀？谁嚼舌头的给你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快！什么？这是工作时间，别打扰。那你叫你来我看。是王琳琳告诉你的吗？甭管是不是王琳琳，我看看。他这会儿不在，那这出去办事去了。这么不巧啊？嗯。哎呀，看来还真有这么一人儿。你想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我不着急，我等着看看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闺女啊，你千万别听王琳琳这犯神经病，捕风捉影，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呢，我公司招了个这个女助理，也是工作需要，她就不行了，就疑心这个疑心那个，跟神经病似的。这你相信老爸？老爸是那样人吗？闺女，别人不相信我无所谓，我找人站在这儿，但我的闺女，我最亲的人，你不能不相信老爸。如果你要不相信老爸，怀疑老爸，这无异在老爸的伤口上撒盐。老爸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？是。不是你们俩真没什么吧？真的没什么，不是说了吗？孩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行，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嘛。反正有一句老话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以免后患无穷。啊，行了，那我也就不等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这孩子什么意思？阴阳怪气的，这是那个王丽太烦人了。大妹子，你让我干点啥吧？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回歇着去。不是，我坐在那儿也难受，给我点活。受累的命，待着难受，干点活。哎，正好，来，等我把韭菜摘。哎，好。我说呀，咱炒个仨菜，然后呢，我给您烙几个盒子吃。好。哎，韭菜盒子爱吃鸡蛋韭菜的还是肉韭菜的？肉的。肉的，哎，那站完了摘这个啊。哎，好。来，给你找点活。你看我现在吧，这腿不利索，但是这手啥都能干。以后这摘菜的活呢就我来，炒菜的活呢归你。哎，你在前方打胜仗，您在后方腰杆直。您还以为我真指望您替我干这点活呢？说老实话，就这点活，我2、3分钟蹭2下就干完了。这也就是给您点面子，让您增加点劳动的喜悦啊，觉得自己没吃白食。淑华，你瞧见没有？又来了，又来骚扰来了。快，您去帮我把打发走了。这是您的本职工作，知道吗？摘菜不重要，慢点。我先啊，你吃，我吃。哎，淑华呀，吴老师。哎呦，怎么是你呀？哎，你不是腿好了走了吗？复发了。你看，我早就跟淑华说过，我腿没有做好的话不能走的，走掉的话一定会复发的。你看，还是复发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老年人呐，组了一个采摘团，去采摘的，刚采摘回来的，我尝满甜的，我让他尝的。哎，你可以尝一个。谢谢，我不吃。哦，你不吃的，我给他拿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腿有点不舒服，这样支着舒服点。哦，一定要注意的。淑华，他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啊，到哪里去了？上海。上海啊？这不早跟我讲一声啊！我可以给你挤一条的到我舅舅家住去。我舅舅家住在哪里？你晓得吗？小白楼啊！哎呀，吃住行都能解决的。他住在5星级饭店。5星级宾馆？啊，那还好。他跟一个大明星去的。哪个明星啊？琪琪。琪琪啊！哎呀，跟他去的啊！你心的好的。哎呀，一看他电视的时候，我后面都跳到电视里头跟他握手的。
好啊，就是模样差了一些啊，但是演得相当好啊。哦呀，琪琪，对了，今天他也吃不到这个了。哎，我上去整一点老酒下来，啊，咱俩喝一喝。哦，就这么定了，准备点冰糖。吴老师今天不行，吴老师马上就下来。吴老师。热茶。完成怎么了？他说他还回来。我发现您可真够行的，我刚才差点没窜出去。他说他要回来，您就说待会儿你马上出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没拦住吗？是，哎呦，您可真够笨的。行了，那我赶紧写个条，你给贴门上吧，就说您马上出门。真是。哦，哟，我不在家。哎，刚才还在家，装好了喝老酒的。不是家了，腿头成这样了，能跑到哪里去？哎呀，干嘛呢？您这是谁让您干活的呀？您能不能不现在表现您勤劳勇敢呢？真够可以的，不许干活！真是跟您说多少遍了，你现在得好好休息。你万一要再摔了怎么办呢？妈，这哟回来了，爸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有，那个我把你爸接回来的。他一人住那边太不方便了，离太远，而且我去一趟还老堵车，我想干脆接过来得了。你得说说你爸啊，他太不像话了。爸，你又怎么了？你说你刚来人家，你这没，他吸地。你说你现在能干活吗？你说这人，赶紧给弄屋去吧，让他歇着。好。扶着点。慢点啊，爸。老妈，干嘛？老爸今儿又找我了。别跟我聊他，没兴趣。我说你稍微关心他一点行不行啊？老爸现在日子不好过。不是他有什么不好过的？他破产啦，没饭吃，居无定所。不是钱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跟那个王琳琳闹别扭了。我告诉你闺女，他跟你妈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天天跟你妈闹别扭，一天跟我闹3回，恨不能你甭理他。这回不一样，他俩吵得挺凶的呢，搞不好，我看搞不好得离婚。哎呦，我的米饭！哎呦，你说你爸前2天还左不愿意右不愿意的，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妈到家里把我爸给接过来的，你不愿意啊？没有，我哪会不愿意啊？我就是觉得好奇。哎，你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我爸没说什么，就说咱们2家离得远，照顾起来不方便，这儿来了这不就方便了吗？你说这俩人也有意思了哈，本来是冤家对头，现在360度大转变。哎，吃饭了。来，吃饭了，1虾2吃，这叫。真香！老季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怎么骗我呀？
你是个大骗子啊！我操，你要骗我老头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这个腿啊，好不了了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别唱啦！这里的表演很精彩。我问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有没有觉得那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我爸腿真瘸了，这回，咱俩不看片子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看片子了，我没说这事儿。哦，我是说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妈主动把你爸接过来。要不说你是记者呢，具备敏锐的观察力，我也感觉这像你妈设计的一个阴谋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妈那是一个宽宏大量的、心胸宽广的人。那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儿？不挺好的吗？都。你觉得他们俩之间会不会有那种可能？什么可能？就那种。你笑什么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别笑了，笑死我了，我眼泪都要乐出来了。怎么会呢？哎，要真是那样，我跟你讲，我烧烤香都来不及，那咱俩就好了，皆大欢喜了。不可能，就你妈那脾气那性格，我爸肯定看不上。我爸年轻时候不是没人追，帅极了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也能想起我爸年轻时候得多帅吧？不可能。看把你美的。不是我说真的，如果他们俩真的有那种可能的话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可能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不是，什么叫我想太多呀？你没觉得奇怪吗？是你想太多，为何这样说？但你却没有，什么都说不清，真的心疼我。环茂，我觉得你这么憋在家里可不行，你应该多看点书和影碟。啊，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个吧。你知道日本有个导演拍过《情书》和《燕尾蝶》那个？哎，知道。他描写的爱情故事一般都是男女主人公啊，其中一个都已经死了。哎呀，太惨了！我这是爱情故事。你懂什么呀？那样的感情才凄美呢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你也感觉不到，回头你自己看吧。好，那你给我找找呗。呵，谱真大，还有我给你找啊？你自己找去。哎，你找一个呗，找一个，这样还能创造见面机会呢。找一个。啊，那个在前面的拉锁里呢，太阳镜。啊，对，好，你自己当心啊。那就这样啊，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再问我。好，拜拜。大妹子，听你打电话，这调都变了。助理这活不好干吧？嗨，可不嘛。一开始啊，找这工作我还以为人家不是给大明星招助理吗？我以为是个一官半职的呢，结果一去才知道就是个碎催，就是保姆。实际上，一开始觉得特难，现在好点了，因为他人挺好的。其实，您知道吗？他有病，他洁癖，知道吗？我跟您说哈，我走到哪儿吧，我都得给他弄10几个小瓶，这小瓶里哈都得用那个84消毒水兑上白水，喷壶。比如他要打这电话啊，他得先得喷了，然后才能打，要不然他嫌脏，觉得上面全是细菌。哎，在餐馆吃完饭，信用卡拿给人家，等人家还过来的时候，他得喷完了才能装口袋。您说可怜不可怜？我跟您说。就第一次敏儿发现我干这活儿，你知道吗？正赶上我们那天啊拍酒店的戏，他不肯穿人家饭店一次性拖鞋，一次性拖鞋他都嫌脏，他得自己从家带拖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拎着俩拖鞋正在底下那站着呢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我妈吗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又回来了，你这笑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跟你爸这聊天，我跟您说，当时就把我闺女给吓得，说我妈怎么干上这个了？
您怎么不乐呀？逗不逗啊？这事儿没啥好乐的。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您说我，哎呀，我跟您啊吃冰拉冰，没话啊不聊了。孩子们回来，我得做饭去了，别闹了。笑点也太低了。我说你能不能行了？你快点啊！我这等了多半天了都。干嘛快点？我没看见我在这儿工作呢吗？你别跟没事似的啊！咱俩得努力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天天催我。催什么呀？你说催什么？催孩子呗。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爸这都辛苦了大半辈子，这老了就这么点心愿，咱俩一定得让他早点把这心愿给了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别跟没事似的，就赶紧，行了。要努力也不是我努力呀，那也得你自己努力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一个人努力得了吗？这事儿咱俩不得配合着来吗？哎呀，行了。哦，对，差点忘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个人体这个基础体温呢是36度5。哎，我问你，明天你是不是带你爸去医院检查去啊？啊。你顺道问问他。问什么呀？你没发现你爸和我妈不对劲儿啊？你就探探他口风，看看他什么意思。不是你给我点被子呀，要我怎么睡觉啊？哎呀！叔叔啊，从片子上看，你的腿恢复的不错，估计再有1个礼拜就可以痊愈了。哎呀，这可能见点光了。不过啊，你得忍几天，这几天啊，你要格外注意，不能再有磕着碰着什么的。哦，好吧，注意，一定注意。啊，哎，恢复的不错。谁呀？来了。干嘛呀？干嘛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有点事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老米饭，你这有事没事老往我这儿跑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咱俩现在没关系了，你老这样影响多不好啊！那个淑华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气势汹汹的？你看，你注意姿势。我求你了啊！看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今天能不能不给我喊？你嗓门太大，你一叫我心脏抽抽的，头嗡嗡的，真的。成，你也用不着抽着。你说吧，怎么了又？这是水。喝吧，心弄的。哦。怎么着啊？跟王琳琳吵架了又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用知道吗？我猜我还猜不出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又婚外情了？什么叫又婚外情了呀？我从来也没有过婚外情啊！现在王琳琳她不了解，你跟我那么多年，你不了解吗？我干过那种不道德的事吗？行，你甭跟我说这个。谁呀？这女的叫什么呀？我认识吗？长得怎么样？哪个女的？跟你传绯闻那女的。哪来什么绯闻啊？哎呀，她就我最近嘛，我公司我招了个女助理。大学生。啊？你见过她？我还用得着见吗？我猜我还猜不出来，就你那点心思。哼，说吧，跟她到什么程度了？都已经？什么叫是什么程度？我跟她就是正常一种工作关系，上下级关系。
就除了在工作当中就是进行交流，工作以外我跟他都很少说话。谁信呢？一句话不说，一句话不说，王琳琳能急成那样，能跟你吵？人家王琳琳不像我呀，我跟250似的，傻了吧唧。人王琳琳多精啊，人家没准现在就防患于未然呢。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呀？他就蛮不讲理。就最近这个时期，从我招了个女助理开始哈，我回到家里，他不干别的了，就盯着我，从不不理我，折磨我，非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什么事也没有啊。这上床睡觉，我刚关灯，他把灯开开了，不让我睡觉。我上个厕所都心惊胆战的，不知什么的从漏头进来，那漏头都憋成前列腺了。他的就是纯粹的捕风捉无中生。给我把话说全了，字儿说全了。捕风捉影，无中生有。哎，对，说话就好好说，动不动还是老嘚瑟，捕风捉什么玩意儿？烦死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很简单，你还用着跟我商量吗？既然你跟那女孩子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把她开了不就完了吗？把人给开了呀？对呀。凭什么？人家工作很好，很优秀，这还讲道理吗？不讲人性啊，这样做。再说我也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，让他王琳琳得逞了，以后我公司连女员工都不能有，女同事都不能有了，对吧？我也不能接女客户的 case 了 ，OK？